自從 MM 條片出咗之後，都有唔少觀眾朋友問，新手想玩搖搖嘅話，究竟應該買邊款好呢？等我話個答案俾你知先啦。C3 Yoyo Design 嘅 Arise、Speedaholic 同埋 Bandai 出品嘅 Hyper Yoyo Accel Origin， 呢三款喺 Yoyo Warehouse 嘅網站都買到㗎啦。如果你買滿400蚊，仲可以免運費添。如果真係等唔切嘅話，都可以直接出油麻地現時點購買。等我同大家講下新手應該點樣揀搖搖啦。搖搖主要分為兩大類 ，responsive 同埋 unresponsive。一般我哋都推薦新手用 responsive 搖搖，而兩款搖搖最大嘅分別就係掉出嚟之後，一個可以直接戳返上嚟，而另一個就要做強制回收 bind 嘅動作先可以令隻搖搖上返嚟，大大增加學習成本。咁我哋而家知道要揀 responsive 搖搖，咁我推薦嗰三款又有咩分別呢？首先講下 Arise 同埋 Speedaholic 先啦。一般我教班都會用 Arise， 一嚟佢比較輕身，萬一失控打到自己都冇咁痛；二嚟佢係用塑膠組成，搖搖買返嚟就可以直接用，長遠嚟講亦都唔需要做任何保養，小朋友用就十分方便適合啦。而 Speedaholic 就相對重少少，掉出嚟嘅手感會穩重啲，而且入面係用金屬組成，佢做勁力旋風都可以轉耐少少，輕鬆一次過做晒幾個花式。不過因為佢係金屬組成，用下有機會有塵或者繩嘅碎屑入咗去，所以佢要定期清洗同保養。最後 Hyper Yoyo Accel Origin， 佢係 Accel 系列第一款搖搖，係咁多款入面最輕身同埋最細嘅搖搖，買返嚟好容易就可以做到 DNA， 而同時間佢中間比較窄，所以會難啲做一啲上繩嘅招式。以上三款就係我推介俾大家嘅新手搖搖啦。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喺下面留言，我會盡量解答大家嘅問題。希望大家玩得安全又開心啦〜